每一年大約有800萬噸塑膠流入海洋。如果你覺得800萬噸只係一串數字，冇乜感覺，我哋換一個畫面，即係話每1分鐘都有一架垃圾車將滿一車塑膠垃圾直接倒入大海。而家你坐喺度睇片，你啱啱飲咗一啖水，眨咗幾下眼，調整過一次坐姿，海入面可能已經多咗一車塑膠垃圾。你聽多1分鐘歌，60秒，大海又再接咗一車。呢個講法唔係刻意誇張，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 多年嚟反覆引用嘅塑膠入海比喻。而最近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亦指出，每年大約有1900萬至2300萬噸塑膠廢棄物流入各類水生生態系統，包括河流、湖泊同海洋。即係話800萬噸入海，其實仲係一個偏保守、偏集中喺海洋視覺嘅講法。而最有趣嘅地方係，大部分人一聽到海洋污染，腦入面第一時間浮現嘅畫面都係遠方某個遙遠國家嘅岸邊，某個唔知邊度嘅垃圾區，某條你從未去過嘅河。總之，最好唔好喺我屋企附近，最好離我遠少少，最好係地圖上要放大3次先聽到嗰啲地方。咁我哋就可以安心啲，繼續叫外賣，繼續拆包裝，繼續買一樽用10分鐘但存在幾百年嘅飲品。不過問題偏偏唔係咁。根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UCN 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整理嘅資訊，海洋塑膠污染嘅主要來源大部分其實嚟自陸地活動，包括被管理不善嘅垃圾、包裝廢棄物、雨水渠、河流輸送、海岸丟棄同城市系統處理唔到嘅塑膠。即係話海唔係起點，海只係終點站。問題唔係由海開始，問題係由我哋開始。你今日掉嗰個膠樽，未必會即刻去到海，佢可能先喺街邊滾幾日，俾風吹2次，再俾雨水推入雨水渠，之後順住排水系統流入河，最後入海。佢唔需要識游水，甚至唔需要有方向感，只要人類夠懶，城市系統夠脆弱，處理設施夠唔足夠，佢自然會去到大海。所以塑膠污染最恐怖唔係佢多，係佢太識順應環境。人類發明咗一樣極度耐用、極度便宜、極度方便、極度難消失嘅材料。塑膠本身其實唔係一件天生邪惡嘅嘢。如果你冷靜啲睇，塑膠真係幾勁。佢輕，佢平，佢耐用，佢防水，佢容易成型。現代醫療用佢，食品保存用佢，運輸包裝用佢，建築、電子、汽車、紡織、日用品全部有佢。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近年指出，人類每年製造超過4億噸塑膠，而且包裝用途佔咗好大比例。單次使用塑膠喺整個問題入面特別關鍵。問題唔係塑膠有冇用，問題係我哋用塑膠嘅方式有時荒謬到接近自嘲。我哋會用一件可以存在好多年甚至幾百年嘅材料去做一件只用5分鐘嘅產品，飲完就掉，拆完就扔，用完即棄，即棄到好似玩魔術咁，一離開你隻手就會蒸發去另一個世界。但現實係佢唔係消失咗，只係離開咗你嘅視線，而離開我哋視線之後，佢就會進入另一個生命體嘅世界。對海洋生物嚟講，塑膠從來唔叫塑膠，佢冇標籤，冇警告，冇寫住不可食用。海龜見到漂黑嘅透明膠袋，可能會以為係水母；海鳥見到一粒粒鮮色塑膠碎，可能會以為係魚卵；魚類見到漂浮微粒，唔會識得分辨邊粒係食物，邊
邊粒係人類文明遺下嘅副產品。結果係乜？結果係吞咗落肚，纏住個身體，卡住啲腸，堵塞消化道，然後冇晒食慾，慢慢餓死。又或者唔係即刻死，而係長期受傷、感染、虛弱，最後喺一個人類睇唔到嘅角落死去。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指出，海洋塑膠污染已經影響到超過600種海洋物種，而多年來廣泛引用嘅統計亦包括每年有超過100萬隻海鳥同10萬隻海洋哺乳類動物因塑膠造成嘅纏繞、誤食等問題而死亡。留意，我講緊嘅唔係可能，唔係將來會，而係已經發生緊。有啲畫面你會喺新聞見到，海龜鼻入面插住飲管，鯨魚肚入面塞滿垃圾，海豹被廢棄，漁網勒到傷口見肉。但更多畫面你永遠唔會見到，因為動物唔會帶住標語死俾你睇，佢只係靜靜咁喺人類製造嘅便利之下，完成一場冇被邀請亦冇得拒絕嘅慢性災難。而人類最中意做嘅一件事，就係將問題切開兩半，一半叫自然，一半叫我哋嘅生活，好似兩邊冇關係，好似海洋生態係 Discovery Channel 裏面先存在嘅一個節目，平時唔會影響我。最令人頭皮發麻嘅，其實唔係大件塑膠，唔係膠樽、膠袋、漁網嗰啲睇得見嘅嘢。真正開始令人唔舒服嘅，係當塑膠碎裂成細粒之後，塑膠通常唔會好有禮貌咁自然分解，佢更多時候係俾陽光、海浪摩擦磨損，一路變細變細再變細，然後變成所謂嘅微塑膠 microplastics。一般定義係少於5毫米嘅塑膠微粒。你可以將佢理解成由一件你仲認得出係垃圾嘅垃圾，變成一堆你肉眼未必容易察覺，但更難處理嘅污染。而且唔單止係碎裂出嚟嘅，有啲微塑膠一開始就已經咁細，例如工業膠粒、衣物纖維脫落、輪胎磨損產生嘅粒子等等。經合組織 OECD 指出，微塑膠來源包括輪胎磨損、紡織品纖維、工業塑膠粒等，並且喺整體塑膠洩漏問題入面越嚟越受關注。到呢度，故事開始由看得見嘅污染，變成你以為冇咁大件事，但其實更入肉嘅污染。因為微塑膠夠細，細到可以同浮游生物、藻類、沉積物混埋一齊，細到可以進入海洋食物網最底層。而一旦去到最底層，後面發生嘅事就唔難想象。浮游生物食咗，細魚食浮游生物，中型魚食細魚，大型掠食魚再食中型魚。污染唔需要衝刺，佢只需要耐心，因為食物鏈本身就係一條天然傳送帶。呢度要講兩個概念，聽落有啲學術，但其實非常直觀。第一個叫生物累積 bioaccumulation， 即係某啲物質進入生物體之後，冇咁快可以排走，於是慢慢越積越多。第二個叫生物放大 biomagnification， 即係喺食物鏈向上走嘅過程中，塑膠濃度會喺較高營養級生物體內變得更高。你可以想象成最底層每一口都食一啲，上面嗰層就係食好多個已經食咗啲嘅生物，最後最頂層嗰位就會收晒成盤數。而人類偏偏好中意食食物鏈中上層嘅魚，吞拿魚、旗魚、鯊魚、鱸魚、三文魚、蝦、貝類。我哋一邊話自己食海鮮好健康、好高蛋白、好鮮甜，一邊又慢慢發現，原來海入面除咗鮮味，仲有我哋自己送比喻嘅塑膠碎片。
講到呢度，成件事最黑色幽默嘅地方終於出現。人類花咗幾十年將塑膠送入海，海洋花咗幾十年再用另一種方式送返俾我哋。我哋以為自己係食魚，條魚可能輕輕答你一句唔好客氣，呢啲都係你哋寄存喺我度嘅嘢。世界衛生組織近年對微塑膠 microplastics 與納米塑膠 nanoplastics 嘅健康風險持續做評估，立場相對審慎。佢哋指出，微塑膠已經存在於空氣、水、食物等環境途徑之中，但對人體健康風險仍然有不少不確定性。現有證據未足以對所有途徑作出非常確定嘅結論。不過，世界衛生組織同時強調，潛在危害可以來自3方面：粒子本身、塑膠相關化學物質，以及塑膠表面可能附帶嘅微生物或生物膜。簡單講，即使科學界對每一項長期影響仍然持續研究，佢都絕對唔係一件可以輕鬆講成應該冇問題嘅事。即係我哋而家嘅狀態有少少似乜？有少少似你喺廚房聞到煤氣味，但你話而家仲未證實一定會爆炸，所以照煮飯先。邏輯上唔係唔得，但你個心應該都唔會真係好舒服。有啲人一聽到呢度會即刻問一個問題，咁即係我而家食魚係咪等於食膠？科學上唔應該咁粗暴簡化，但情緒上你都明點解大家會驚，因為成件事最令人不安嘅唔係一個單一數字，而係一個方向。當污染物已經由岸邊垃圾走到海流，走到細小生物，再走到商業、漁業同餐桌之間，你就會知道呢件事唔再係海洋故事，而係人類故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同多項研究，微塑膠已經出現喺人類血液、肺部、腸道、胎盤。有研究估算，一個人每星期攝入約5克微塑膠，5克大概等於一張信用卡嘅重量。換句話講，你每個星期都可能食緊一張信用卡。當然，冇人會咁樣寫喺營養標籤上面。海洋塑膠污染唔係單純地球會唔會爆嗰種戲劇化問題，佢更接近一種系統質素下降 （declining system quality）， 即係海可以仲係海，海入面可以仲有魚，市場可以仲開，超市魚櫃可以仲擺滿貨。但整個系統嘅健康、韌性、成本、風險已經慢慢向住差嘅方向走。最可怕嘅危機通常唔係啪一聲爆，而係你日日都仲照常，但每一樣嘢都比以前差一啲。海灘清理成本多一啲，漁獲品質不確定多一啲，沿海旅遊吸引力低一啲，垃圾處理壓力大一啲，監測同治理成本高一啲，到最後所有一啲加埋就變成一筆你走唔甩嘅賬單。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早年已經指出，海洋垃圾每年對海洋生態系統造成至少80億美元嘅損失，而塑膠污染問題亦連結到旅遊、航運、漁業、城市管理、公共衛生等更多層面。你可以話海洋塑膠污染其實係一張極之冇美感嘅世界級賬單，只不過我哋最初簽單嗰陣覺得只係用低價買咗個方便。仲有一個成日被忽略嘅位，就係氣候。塑膠唔係無中生有，塑膠背後大量原料來自化石燃料，即係石油、天然氣等資源鏈。經合組織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都指出，如果現有模式唔改，塑膠生產、廢氣、焚燒、洩漏會同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一齊加劇。人類以為自己係講垃圾，
其實係同時講緊能源、工業、消費模式、碳排放、全球治理。所以有時人類真係幾有創意，我哋竟然可以發明一種材料，同時做到3件事，方便我哋污染海洋，順便幫手放大氣候問題。去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反駁，唔通全部塑膠都唔用咩？而家生活根本離唔開塑膠呢樣嘢。冇錯，問題從來唔係一句全部唔用就解決。真正專業嘅做法係唔會淨係講口號，而係要睇成個系統。產品設計可唔可以減少一次性包裝？可重用系統可唔可以做得好？用過即棄、城市收集、分類、回收、處理能力可唔可以提升？雨水渠同河道攔截可唔可以更有效？工業膠粒流失可唔可以管？紡織、纖維同輪胎微粒可唔可以減？政策可唔可以唔好永遠慢市場10步？如果我哋真係想處理問題，要處理嘅唔係一個膠袋，係成個方便文化背後嘅結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近年反覆強調，塑膠污染需要由源頭減量、產品再設計、重用與補充系統、改善廢物管理等多方向一齊處理。而經合組織亦指出，如果維持現有政策，洩漏到環境中嘅塑膠量會繼續上升。水生環境塑膠洩漏到2060年可能接近倍增，即係話，如果我哋乜都唔改，你今日聽到嘅800萬噸唔係高潮，只係前奏。今日你覺得好誇張嘅數字，可能幾十年後只係片頭。人類對塑膠污染最奇怪嘅態度，唔係無知，而係熟悉。我哋唔係唔知道，我哋係知道得太耐，所以開始冇感覺。見到海灘有垃圾，覺得正常；見到河面有膠樽，覺得正常；見到新聞講鯨魚肚有塑膠袋，震驚2分鐘，跟住又冇件事。當一件本身唔正常嘅事慢慢變成視覺背景，先係最危險嘅時候。因為一旦人開始習慣，問題就會由不可接受變成冇辦法啦。但冇辦法啦，其實係一句好危險嘅說話，因為佢會令所有責任自動蒸發。冇人需要改，冇制度需要變，冇企業需要負責，冇政策需要加速，全部都變成一種模糊嘅宿命。好似海洋天生就注定要食我哋啲垃圾，但海洋冇簽過呢份合約，係我哋幫佢簽。所以臨界數字想講嘅，從來唔係一個單純環保勸世故事，唔係叫你今晚突然痛哭流涕，然後聽朝起身照樣買6包獨立包裝嘅零食。呢個頻道想做嘅係將麻木拆開，將一個你見慣見熟到冇感覺嘅問題，重新變返一個你無法輕易跳過嘅數字。800萬噸呢個數字唔係純粹想嚇你，佢係想幫你恢復比例感。當你知道每分鐘都有1車塑膠倒入海，你就會知道呢個世界唔係好似有啲污染，而係一個龐大、持續、系統性洩漏緊嘅文明。當你知道超過600種海洋物種已受影響，你就會知道呢個唔係個別事件，而係生態層面嘅廣泛干擾。當你知道微塑膠唔止喺海入面，仲喺空氣、水、食物路徑之中，你就會知道呢件事最終唔會停喺海邊，佢會一路翻到供應鏈，翻到市場，翻到廚房，翻到餐桌，翻到身體，翻到你以為最安全、最私人嘅生活空間。而呢度正正就係成件事最諷刺，亦係最誠實嘅一句總結。我哋唔係將塑膠丟去一個遙遠嘅地方，我哋只係將佢兜一個圈，最後再送翻俾自己。所以當你再望住個海，
見到日落好靚，見到海浪好平靜，見到海鮮餐牌寫住今日新鮮直送，你可以繼續欣賞，繼續享受，呢啲都冇錯。但至少你應該知道表面之下發生緊乜嘢。真正危險嘅唔係知道之後仲有問題，真正危險嘅係連知道都懶得知道。800萬噸，如果一個數字大到足以改變海洋，足以改變食物鏈，足以開始逼近人類自己，咁佢就唔再只係一個數字，佢係一條界線，一條文明用方便畫出嚟，最後要用代價去拆走嘅界線。而臨界數字要問你嘅，其實只係最後一個問題。當海洋終於將所有塑膠慢慢還返俾我哋仲要辦幾耐先會承認呢個唔只係海洋問題，而係人類自己嘅問題？